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带大家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纽约，中昼举行侨宴，有约700个侨胞来参加。赖清德感谢美国这届协助安排过境的行程。也若伫咧会场外口有中国的侨民来抗议，公司记者嘛翕到中国的侨民规帮人包车，那像是唔知要去倒位抗议。 由布条甲国旗准备出发，记者伫纽约东陵街翕到中国的侨民准备包车要去赖清德侨宴的会场，因过真侪人敢若拢唔知影这抓要去创啥。另外，中国侨民也登报纸批评赖清德是歹毒分子。这一次副总统赖清德在纽约的侨宴，依旧出现了中国民众来抗议，而且带你看到的是，有些不少抗议民众还是上次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的熟面孔。 出头话话的查甫人，顶回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时阵，伊也伫咧抗议的现场。伊讲，伊是自愿来，唔是提钱的。台独分子经过美国，我每一场都在。我们是这里是梅东华人华侨，自愿来。虽然会场外口有人抗议，赖清德的侨宴有要甲700位侨胞来支持，要支持者大声喊当选，被认为将可能是2024副手连选的驻美国代表萧美琴，规抓拢有陪，活动正受注意。美国政府依照过去历任副总统过境的惯例，做了最好的接待跟妥适的安排。 非常感谢美国不惧压力，秉持着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协助我过境。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赖清德伫咧侨宴发表20几分钟的演讲，重申蔡总统的4大坚持，甲伊的4大和平支柱，讲愿意甲对话沟通，降低外界疑虑。无法度亲自来现场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用影片强调台美关系紧密 ，including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city, just as the U.S.-Taiwan friendship is long-standing and rock solid. 侨宴即个有纽约州议会议员威廉波特市长等人参加，并无国会议员。赖清德这边过境美国态度正低调。纽约时报认为，伊是要展现稳健可靠的形象，不会互人看这是麻烦的制作者，替伊未来的大选加分。记者伫纽约采访报道。国民党侯友宜昨昏去高雄造势，甲王冰冰做伙食早顿了后，去参加挺校团结大会。 其中去互问到讲话算话，若无就会去互变变。这话敢是咧口水过台面？侯友宜是直接批评讲，这分明就是民进党挑工要甲做恶的后部。国民党，全来打！合体化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3早起到高雄市东部，嘉靖立法院长王金平当届国民立委参选人早餐会，先要出席伫高雄的头一场造势。高雄挺侯团结大会来有南部选情，被问到变讲，侯友宜讲民进党用选举后部来抹黑造谣。最主要我在讲过去，我是用性命来保护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 民进党真正拢选举后部，抹黑造谣不断。侯友宜更加批评台南800庆案是因为光电的弊案，那当选一定要把光电的弊案一件一件查清楚。另外，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昨日暗时伫 YouTube 发布影片，号召全民打击诈骗。伊批评县政府甲特别有算常态化，达到收支平衡的假象。他把支出切一大块挪去特别预算，然后特别预算不算预算，这样就收入比支出多了，所以去年就给每个人发给你6000块，所以这就是作假账。
对民进党民意代表批评，伫做台北市长期间为着经济，选用教育基金、捷运重点基金。官媒提讲是因为银行的利息较悬，捷运基金的利息较低，中间有利息差。不过对台北市政府来讲，本来是欠银行，就是欠重点基金，所以讲重点基金并无减少。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中南部甲偏湖、金门、马祖会落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大台北、东北部会落雷公雨。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台湾吹西南风，遮风边的中南部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公雨。若北部甲东北部过到了后，才会有较明显的雨势。各地山区嘛有可能会落短暂阵雨。若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全台湾各地高温差不多是伫咧31度至35度。其中，大台北地区、桃园、苗栗、花东唱国、甲台东部分所在可能会降到36度。若中昼迄卡斗，苗栗甲花莲会是加码色的灯号，台北、新北、桃园、台东拢是黄色的灯号。民众都爱水爱加啉寡。另外，为拜三开始一直到拜五，都爱注意水气会变较高。若西半部嘛是爱注意，可能会落大雨。风台过了后，天狗热是缀咧压起来。彰化县即嘛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病例，是伫咧云林的一个种笋的农民。若桃园同款嘛是标出头一个。台南市是一困头增加30例。有专家就建议讲，最近较会落大雨，水沟啊、甲大排或者是花盆啊等等，拢爱顺顺看看咧。若是有积水，就拢爱随倒掉，避免天狗热继续摊开。环保局另外赶紧来喷药啊，全力围堵天狗热情。彰化县昨日暗时接到卫福部的通知，讲出现头一个本土天狗热的个案，是一个种笋仔的人，研判感染源来自云林。经卫生局已经完成调查，执行员清除的防治工作，呼吁民众若有疑似症状，爱赶紧叫医生看。个案为云林县古坑乡荷包村笋农，潜伏期间有该地的活动史。经研判感染地为云林县，协调环保局及乡镇公所启动第一波的化学防治喷药。台南市的天狗热疫情依然是真严重，第昨日新增加62个病例，创下今年一天内底第二关记录了后，13个增加30例，全市总计已经有1253例。即阵有348间医疗院所提供天狗热快速检查的器械，民众甲游客若需要会适时检查。卫生局也呼吁客家做好防范网虫的工作，还要使用防蚊液啊，以及家里的门窗、纱窗要修补好啊，避免被蚊虫叮咬。睡觉的时候最好能使用蚊帐啊，那这样子的话保护的效果更好。你用帆布盖着或雨衣盖着这些东西其实它不透水嘛，那它又凹凸不平，那雨水下来就会在里面，那个也都很容易长天沟、水沟，它自己要去寻。就是像现在登革热流行，其实建议不要储水，然后就是不要去接雨水去省这个水。专家建议，风台大雨过了后，周围有使用篷布甲雨伞盖着的物件，爱有防积水，也佮有水沟啊、甲盆栽啊，赶紧去顺顺的。此外，若是有储存雨水的物件，拢应该甲剔掉，避免天狗热疫情继续一直拖。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最高法院分案实施要点规定，案件第3届上诉最高法院了后，以后无论搁再上诉几届，拢由第3位审理法官来负责，也就是人讲的连审条款，包括35个死刑犯在内，几个防判刑定刑的人，这个规定违宪，声称失宪。那宪法法庭今仔日下晡3点会宣判，这个结果唔但有关死刑犯敢有重新审理的机会，嘛考验政府敢是要执行死刑。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明年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可能会调悬5000块，调到13万；薪水所得甲薪薪奖励扣除额拢调悬1万以上。财政部讲，今年年底会公告实际调整的情形，明年实施，后年报税下用。咱来看《中国时报》，官方的消息指出，蔡英文总统3月底过境美国，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了后，中国军机甲军舰伫咧台海附近的活动数量是明显增加，
咱国海军甲空军要应付这种情形，是真了精神，嘛真了油。经过统计，到8月份，军方已经欠中油40亿的油钱，按算今年油钱的需求会超过100亿。中油昨天宣布，因为国际油价继续伫咧起价，加上营运费调整，为今仔日开始，汽油一日是拢起6块，也那柴油是起5角。其中中澳的就起价32块6，这嘛是国内汽油连续6礼拜拢起价，已经起2块3。昨天下晡，真侪加油站就出现车阵，真侪人排队赶要去加油。9加满油表从零开始。15加满油表从零开始。98加满油表从零开始。礼拜中昼公布油价了后，台北内湖加油站下晡2点外就开始出现真侪民众出加油，大家拢甲油箱加到满，因为对则是0点开始，汽油每公升起6角，柴油起5角。只要一听到油价涨了，一些司机大哥都会赶快说啊，能少花一点是一点啦。原油价格就在涨，所以要涨那也没办法，对啊，我就是得用。油价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现在什么都涨，薪水假如一直没有涨的话，物价一直涨，当然是对我们也是很不好啊。民众赶紧来加油，就是想要省一点仔钱，尤其是对游览车也是台湾客运车的司机来讲，油钱是会使省就尽量省。观察国内油价波动，对7月初10开始起，当时汽油起3角，了后开始每礼拜拢起，一直到这摆汽油计价更加是一个啊，每公升起6角。以发油量上大的95无盐汽油来看，每公升计价来到32块6。对国内汽油对7月初10开始，总价到即阵已经起2块3，是今年4个月以来上多。台湾中油讲，这摆起价除了国际油价起价，也包含加油站营运费。人力的基本工资每年都调升，加油站有一些设备它本身的折旧的维护啊之类的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费用，这些整体考虑，所以在这个礼拜是有配合整个油价调整的时候就有做一个反应。8月、9月如果国际的能源价格都还是处在高点，好，那新台币还是维持弱势，那我们的那个 CPI 年增率超过2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学者认为，这波物价起价是有短期现象，有价第4季也是明年物价开始回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应该袂伤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美国夏威夷的毛伊岛，这届森林大火是烧甲真热烈，目前已经夺走93条人命，而且人数可能会阁继续增加。当地州长讲，这袂输变作是战区共款，嘛讲这届警报系统是安怎会失去作用，嘛要彻底来调查。当局也搁伫咧评估南海那电灾区的范围。当初岛南铁里的居民认为，这马情势可能较缓和，就着急要登记厝来看这失踪的家人，因过看到一切甲以前拢完全无共款。Basically being treated like a crime scene. Every inch of that area needs to be investigated. So when we can go in there? That I cannot tell you. It depends on how long how quickly we can ge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州长个人讲，伫过去1礼拜有2200座建筑物被烧掉损害，造成真侪人死亡，死亡数也会增加。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rise. We want to brace people for that. We have to go with caution. There are heavy metals there. There are toxic states where the houses have come down and the businesses have come down. The recommendations are to avoid those structures because they could still fall on people. 有人对自然灾害发生时阵应该启动的警报系统所失灵，造成性命财产损失，一个大范围停电加手机也未通提出质疑。州长个人讲会赶紧调查，看因伫咧警报工作方面是毋是做了无够。这嘛是目前所讲当地只敢若1间病院、3间殡仪馆，太平间是安怎容纳这么多罹难者？ Mr. President, are you going to take questions on Maui? First Lady. 这边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夏威夷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已经超过1960年造成61人死亡的大海鹰，也超过2018年加州天龙镇野火86人死亡的记录，是1918年以来造成上侪人死亡的野火。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同款是受到全球极端气候的影响。 北非国家摩洛哥甲中东国家约旦最近拢受到热影的侵袭，气温是一直突破新高。也那摩洛哥的南部的城市是阁测到摄氏50.4度，是打破当地高温上悬的纪录。
热加挡袂牢，矿泉水规罐对头壳顶倒。中东国家约旦连续第2天拄到热天气侵袭，受到阿曼普隆时正闹热的市区，出来踅过游客只敢剩碰几个尔。当地人讲是这些人度过上热的天气。انت شايف الولد مشطوب بشطب ما فيش حدا فيش حركه في الشغل والدنيا حم كثير وعلم ما بتنزل كثير الوضع كثير شوف يعني بديش اوصف لك الشغل اللي انا فيه طلع مي مش قادر بدير عليه مي 10 دقائق بتلاقيه فيش ولا نقطه كله بنشف كله بروح 天气热，只敢那冰店的生意上好。全世界经历极端气候的侵袭，当地气象专家观测了发现，约旦今年的温度比正常的年平均温度高10到12度，估计未来几天相关温度甚至会升到44度。A very heated center moved from the Arabian Peninsula towards the capital and the main cities. Temperatures are expected to reach more than 40 degrees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could reach 43, 44 degrees, which are could be record-breaking temperatures in Amman and surrounding cities. 在北非的国家摩洛哥，刚反受到热天气侵袭，温度一直创新高，因为对南方吹来干燥空气，和温度愈来愈高。这2天的温度是比月平均温度高5到13度。在南部海岸城市阿加迪尔，甚至测到摄氏50.4度的破纪录冠军。全世界气候监测机构证实，今年7月是有纪录以来地球上上热的月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南美洲的国家厄瓜多，因的总统候选人维拉维森修，伫咧竞选活动结束了后，煞是当场去访用穿单丝。今嘛，伊所属的政党宣布，要直接互原本要选副总统的代替伊来选。若那警方有抓到6个嫌犯，那像是拢甲犯罪集团有牵连。双总警官甲公安部刚入去教堂，准备举行丧礼，现场阁出动真济特警来维安。南美洲国家厄瓜多总统候选人维拉维森修，进前伫竞选活动结束了后，互亲手庆祝死亡。在伊举办伊的丧礼，家属甲支持者拢共目屎相送。伊的家后伫12召开记者会，指控政府爱为伊的死亡负责任。No lo protegieron como debían haberle protegido. El Estado estaba a cargo de la seguridad de Fernando. El Estado es el responsable directo del asesinato de mi esposo Fernando Villavicencio. El Estado tiene que dar todavía muchísimas respuestas de todo lo que pasó. Su custodia personal no cumplió su trabajo. 距离选前投票2早只剩1礼拜，为了维生秀的政党建设运动决定紧急任命36岁环保活动家贡萨雷兹，嘛就是原本的副总统候选人来替换死者，代表政党来参选这届选举。Fernando es irreemplazable para nosotros, para el país, para el futuro de nuestros hijos. Sus luchas las llevamos con nosotros. Mantengamos la paz y la democracia. 厄瓜多总统打算认为，庆祝案的目的真明显是为了干涉选举。在候选人死亡了后，厄瓜多警方逮捕6名检官，以涉嫌无赛罪名关押在监狱。另外1名检官在获逮捕进前，就受到庆祝死亡。暂时调查，包括死亡的检官，这7名检官拢是哥伦比亚人，甲犯罪集团有关系。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介入调解尼日政变危机的伊斯兰代表团负责人，今仔日讲，尼日军事政权的领导人考虑透过外交管道来解决甲库克集团西非经济共同体之间的问题。就算西非经济共同体已经表明不排除对推翻尼日政权的军官动武。不过嘛，答应讲会找出化解这个危机的外交手段。咱来看伊朗一个科德族的女性艾咪咪，进前涉嫌违反女性服装的规定，防羁押的期间就安尼死亡。伊朗的记者马鲁奎安因为采访过因老爸，被判关2年。伊今日证实已经被放出来啊，嘛真大胆伫咧社群媒体打出无挂头巾的相片。不过伊嘛伫咧 IG 顶悬写讲，伊无爱接受奴隶制度。再来，咱来看乌克兰当局表示，罗西亚军队今仔日攻击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造成包括一个红领仔在内，拢总7个百姓死亡。另外，罗西亚军方今仔日嘛对赫尔松发动另外一波的攻击，造成3个人受伤。
画面内底这几台白色小的火车，这是代替上新 EMU 3000型的自强号。想袂到，晓伫咧树林的吊车场内底，却是无代无志去互当作坐壁喷漆乌白话。虽然火车的喷漆是已经清理好势啊，不过代替嘛是已经报警察，要来查这个人是安怎走入去的。若是迫害铁路设备的人，依法上当会互判7年，罚1000万。白色车厢的 EMU 3000型列车，车头前喷着艋舺糖样，配着柑仔底红米，后段是浅蓝色泥布。代替员工透早伫树林吊车场，发现停的列车竟然互乱画喷漆，随经由工作群组回报，代替也报警来处理。以毁坏、非法方法等方式危害铁路重要机构设施设备，得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以下罚金。现由铁路警察局收集相关事证，积极侦办中。铁路警察局报，代替员工是在透早4点50分，伫吊车场内底发现车辆乱画喷漆，随会动学区的警察去采证，因为毁损铁路设备已经违反铁路法，会来追查调看敢是去找人。又有树林吊车场24小时门口拢有人自首，嫌犯是毋是可能伫车站尾站无清车的时阵坐车入去吊车场也会调查。而真拄好是社群平台也出现一段，一个查甫人以双手伫刹区间车，虽然拄好走跳影片。而铁路警察也调看，敢是去正伫咧调查中。铁路法虽然有相关规定，可是其实你说细则它并没有定得很明确。是台铁局它其实可以用一些比较包含性的这些规则去处理，然后真的要开罚，因为如果你不开罚的话，其实根本就不会有嚇阻性。代替产业工会呼吁，对着破坏设备的行为，代替应该追究责任到底，维护铁路安全，也避免产生模糊的效应。对着黑车行乱喷漆、乱画案件，代替回应。等台警方修正完成了后，会赶紧来把这喷漆擦掉，恢复列车的原貌。对着恢复甲营运的损失，依法追究责任，并且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同款是代替的消息。昨昏透早，铁道局伫咧台南车头做地下化的工程。吊车的吊钩啊，煞是双向转去，去讲到月台的护边啊。加在这台吊车是离铁基路有10米远，无造成其他的危险，嘛无人受伤。铁道局表示，查明了后，若是外包吊车有疏失，就会照契约甲因讨赔偿。大兴港务基地工地时间，暗过早起8点40分，一台吊车进行吊挂作业的时阵，向发生吊手断去，卡到月台东边的护闸，致使护闸受损。后在发生代志的时阵，现场离铁基路还有10公尺，第一时间无人车受伤。45吨的吊车啦，那它安全的在吊，它这条是3吨的对高机是 OK 的，因为我们这边吊也都是，它可以吊到7、8吨都可以。出代志的是伫台南火车站月台第3股，平时往来沙轮支线列车使用。代志发生了后，代替赶紧断电，并改伫延康店附近车站调度使用。铁道局是讲，这是台南火车站地下化工程时间，承包厂商的外包厂商吊车，应该是吊车金属老化，会依照规定求偿。就吊车的那个吊臂的金属皮划，因为我们是有要求他们那个机具的部分都要做自动检查啦，就每天都要做这种检查。他如果这些的检查的部分，然后没有确实，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契约来给他那个罚款。代替台南电的东亚派员进行路线甲电车线的检视，早起11点50分完成检视甲确认，中昼11点51分解除断电封锁，恢复正常通车。后续会要求包商负担护闸的修理，要查清楚到底是安怎吊手会断去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讲，伊明明都无消费。煞是去收到信用卡逾5000多块的简讯，结果伊去甲银行对一个了后，才知影讲是垦丁的某一间饭店放经钱的费用。不过伊最近并无去甲伊交关，想袂到竟然是饭店摕伊年外进前订房的资料，佮摕去录一解，实在是有够含糊。银行简讯显示入卡5875块，王小姐真怀疑，卡户银行发现是一笔透过阿国达订垦丁某一个饭店的住宿费，伊并无订房，所以甲饭店纠正是毋是去用透露。才知讲饭店用于1年外前 Booking.com 的订单资讯，佮订一间房间，互王小姐去甲金门楼投诉。他是在 Booking 上面做订房的。我们昨天刚好在这边要把一些我们存放1年以上的这些资料呢，把它做销毁的动作。那刚好我们的实习生和一些工读生
把它拿来印刷。饭店解说是员工甲准备消费的资料放伫影印机顶悬，实习生想讲是二级纸摕去影印了后放伫订房单，才算成问题。就我很傻眼啊，为什么你要保留我的资料？消保官认为，阿哥大家 Booking 虽然是关系企业，啊，毋过无应该互通客户资料。饭店业者一错误，毋来显示来讲有问题，嘛触犯个资法的义务。那他这边的这个利用可能已经超过当初授权的范围了啦，违反那个个资法的28条、29条。被公务机关触犯这种问题的话，消费者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了。损害赔偿的话，如果没办法定金额的话，就用500块来算嘛。饭店会室内表示已经申请取消授权，也检讨内部相关处理流程。消保官表示，消费者会当向主管机关检举申诉。另外，做因为街路造成的相关损害，嘛会当透过诉讼向业者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台北捷运顶个月月底，伫捷运的车厢内底出现一只鸟鼠，是引起民众的惊吓。有民众就质疑讲，捷运内底禁止乘客食物件，敢是烦恼会造成环境垃圾，还佫有鸟鼠。台北捷运讲，真正的原因是为着要避免这些动物造成线路的损害，影响设备的运作，才会禁止食食。今日台北捷运第入站进前，涂骹拢有黄色飘线，也会写禁止饮食的标语。就连车厢内原来有大标语，这引起袂少民众想要问：通勤时间巴肚真枵，啊，毋过捷运是安怎袂使食物件？其实就是减少很多细菌或者是昆虫、小动物的滋生，没有气味，然后车子摇晃，食物才不容易掉下去。依照这个捷运局他们所做的这些规范。这样大家都比较平安，也比较安全。有民众质疑台北捷运禁止食物件，是毋是甲较早有乘客伫列车顶发现鸟鼠有关系？还是烦恼食物会造成环境垃圾，才会禁止饮食？台北捷运公司伫官方的面册公布禁止饮食真正原因是捷运系统挖靠真侪自动化的设备，而且搬出侪个物，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爱避免食物的诱杀引起虫还是其他小动物破坏线路，干扰设备的运作。依据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1项第9款的规定，旅客在捷运禁止饮食区内吃东西、喝饮料、嚼食口香糖或槟榔，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的罚锾。台北捷运公司表示，伫列车终点站拢有清洁人员定时到列车来做环境清洁维护。另外，若是民众有紧急的生理需求，也是会当啉水、食药啊，毋过必须先互车站的人员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在休热期间，不少民众是拢真爱去海边啊耍水。不过，在家人的大武仑，8月12日连续有3件渡水的意外。根据过去10年来统计，在大武仑甲条景公园，就已经夺走55条人命。市长赵国良昨昏去现场会勘，伊讲这2个所在为即时开始，都要封起来1礼拜，重新做规划。嘛有学者建议讲，会当伫沙坡啊踩一支太阳灯。若是显示红灯，就代表禁止落耍水。天气袂歹，毋过家人大武仑沙坡边啊刷有封锁线，这是因为伫遮12至少有发生3件雨水都市的事件，规工算落来有3个人死亡。没有管理的大武仑沙滩，过去10年，一共死亡36人。没有管理的潮境公园，10年来死亡19人。在今天之后，我也要关闭潮境公园的潜水，关闭1周。看起来真安全的海边啊海沙坡所发生危险的代志，有学者是讲，真有可能毋是海涌伤大，是离岸流所引起的。浪上来了，又要退回去，后浪压前浪，所以就会有上下挤压的事情，零零碎碎的来。所以呢，它在来的时候呢，中间只要有空隙，水上来退不回去，它就会走中间出去。中间出去这一下子，我们就叫做离岸流，或者叫离岸的激流。离岸流是海涌中央比起来较平静无影的所在，虽然伊会甲人带离开海岸，毋过袂卷入海底，所以拄到的时阵，会当保持冷静，都特别重要。大概只走个50公尺、100公尺就没有力量了。自保最重要就是在你紧张状况的时候，你不要把眼睛闭起来，你眼睛一闭一紧张就乱了。其实根本不深，大型的灯，这个灯呢，
红灯就告诉你说绝对禁止下水。专家是讲，拄到离环楼爱保持冷静，往环方向收了后，19以倒边正边两边45度的方向往环边收，唔通甲海流硬拼，会消磨伤侪体力。同时，佫建议伫大埔轮沙坡设置大型的青灯，通知什么时阵禁止落水。市政府是回应，希望一礼拜内会当讨论暂时对安全有帮助、会当施行的方案，譬如旅客收费这方式，才当有更多经费营运来维护安全，并执行救援任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屏东恒春，伫咧顶个月底，才发现有民众趁风台天走入去人的落叶场内底，想要偷掠落叶。想不到昨日伫咧垦丁国家公园内底，有环保人士发现2只落叶的尸体，落叶的头是已经拢互斩断去，即嘛已经发动调查。经本处派员现场初步研判，有可能系人为刻意宰杀，因此将会会同保区总队第8大队进行侦办。这2只落叶的尸体就倒伫咧草坡仔内底，落叶的头拢已经无去啊。不过分尸看落还真完整。垦管处已经派人去了解死亡的原因，通知警方做调查。若确定有人偷掠，会照国家公园法罚3000块。另外，这嘛有可能牵涉动保法，相当会罚关2年，各罚200万。台湾人是真爱食海产，不过沿海会当掠到的鱼仔，即嘛是愈来愈少。行政院农委会水产试验所甲几个研究中心合作，成功培育出乌鳌等等重要鱼种，嘛伫咧小琉球的海域，甲鱼仔仔放流，希望互渔业的资源会当永续循环。来哦，农委会水试所这几年成功培育一寡鱼仔，有乌鳌、甲子、甲鸡仔鱼等等。农委会透过主办海洋资源合约的宣导活动，来到小琉球海域，跟23500尾鱼仔放流。整个来讲，因为陆地的面积还是有限嘛，如果能够利用这样子一个区域来做粮食生产，那对我们地球的环境是更友善。根据渔业署的渔业年报统计，1970到1980年代，咱沿近海渔业的渔获有340万吨，但是最近10年来数无到15万吨，在4-50年中间渔获减5成去，海洋资源明显大减。这几年水试所总算成功培育野生鱼，或者鱼会当伫真工环境生卵生碳，希望未来会当稳定生产鱼仔，互海洋资源会当永续循环。放流要有一个正确的动作，叫做适时、适地、适种、适法，就是我们要在对的季节，在对的地方，然后呢，对放流对的物种，然后最重要，我们还是要有法律的依据。行政院农委会希望透过这届的放流，提升民众对海洋的认识，也顺线了解讲放流也毋是凊彩放倒的话，等到咱对海洋生态和资源保护有正确的认知，才会当年年有鱼，年年有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上头，咱来看花莲的赤科山甲60石山。即马金针花是已经开始咧开啊，不过部分的山路受到去年地震甲进前落雨影响，放弃的所在是还未修理好势，所以今年收花的路线拢有做管制甲调整。民众若是要去遐行搭，都要配合警方交通的指挥。为了要迎接一年一届金针花季，花莲富里乡农会特别伫60石山留26公顷的花，目前花放已经开2成。预估上好的赏花期是8月20至9月20，不少民众已经着急要上山赏花。全台湾最有名就是只有这边啊。这边是60担山最有名的金针花季，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的。不过因为去年918地震了后，加进前强降雨影响，60石山部分产业道路放弃，也未修理好，所以上落山爱分流正点通行，上点上山，下点落山，大概敢开放30分钟。开放游客上山时间是8点到8点半，那8点半到我们的9点，这当中就是清空所有的道路。那要下山的民众的话呢，就是我们的9点开始下山，一直到9点半。那9点半一直到10点是清空道路的时间。另外，伫玉里镇的赤科山产业道路嘛，还未完全修理好。虽然赶工铺点加，不过未复办开幕季。上落山必须采单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是10点到10点20分，12点至1点半加3点至3点50分。每日8时至17时30分，请民众注意，山区全线道路禁止甲乙类大客车通行，而
骑车上山由竹林产业道路，下山由赤科山产业道路。埔里乡甲玉里镇两大金针花山区虽然因为落大雨影响路况，不过金针农是讲雨水原来会互金针大开，欢迎民众上山赏花，不过一定要注意交通管制时间甲上落山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有的便所，互大家刻板印象，称在是垃圾个歹味。不过，伫台中五车顶鱼寮公园的便所，里长是专工邀请艺术家来做彩画，以动物为主，设计森林的风格。除了美化环境，嘛互便所成做游客翕相的新景点。古水的鸟蠅甲麒麟鹿，阁有目睭金金仔上的鸟仔、鹦鹉，这个充满动物多样的所在，无详细甲看，完全看袂出来是公园的公共便所。这是台中五车的顶鱼寮公园，休假日定定会有家长带囡仔来佚佗，便所活泼的设计。也或者变作民众翕相的景点。之前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彩绘厕所，然后这是第一次看，然后看过后还觉得蛮特别的，很亮眼、很吸睛的一个厕所。对，也可以在这边拍照打卡这样子。公共便所伫1年前才拄起好，当地里长为着配合公园大自然的主题，专工邀请艺术家来为便所彩绘，连洗手台啊也有几粒蕊花装塔。袂输来到森林世界，成功引起每一个人的注目。我很高兴将这个厕所做了不一样的一个彩绘一个意象无形当中这个厕所变成一个特色景点，又符合我们现代这个顶鱼寮的一个意象文化。融入在地特色，为公共设施加添丰富的色彩。动物森林便所甲公园的风格是正斗搭。里长表示，无论是游客，也是边仔活动中心的民众，希望每一个来使用便所的人，拢会当有好心情，也通做伙维护清气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真正有蝴蝶王国的好名声。桃园国小为着要推动生态教育，去年向县府申请3000多丛会开花会生蜜的树栽。经过1年的照顾，即马花长大开，嘛总算看到30多种尾芽飞入来，休伫咧校园内底，正做学习的活教材。漂亮哦，好多蝴蝶。青瓜这尾芽伫校园内摇摇飞，有的甚至是规竿休伫花丛顶头，变做尾芽花。学生囡仔看甲真欢喜，也趁这个机会认捌无共种的尾芽。有日带凤蝶、青斑蝶，然后紫斑蝶之类的。埔里桃园国小注心生态教育，伫去年向县府申请3000多丛会生蜜的树栽，包括红绣球、讲破花等等。即马花开甲长水，也生来规定的尾芽。根据校方的观察，台湾主要的5个尾芽科别，伫遮拢看得到。5个科别都有，那有记录大概30几种的蝴蝶。其中目前来的最多的蝴蝶属于紫斑蝶跟青斑蝶，还有花斑蝶这几类啊。那这些数量大概估计有1-2千只哈。为了让学生有丰富的学习，我们也尽量营造校园为生态校园。我们也努力希望让学校成为一个蝴蝶学校。校方表示，尾芽活动的时间大概是6月到9月。桃园国小嘛，借这个机会举办生态学堂，开放民众入来参观学习，亲近大自然。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伫学校，毋但有上本土语言的课程，囡仔嘛会当参加营队学台语。亲像今年9月，台南市文化局就办一个讲台语游古籍的活动，希望当透过导览甲拍通关的游戏，互囡仔伫咧全台语的环境内底来学咱的母语。我林头家孙的出头望林为这个大家排队过关，要挑战老台语讲俗间的关卡，无论大人囡仔拢真拼势，甲因今仔日所学的全部展现出来。歇热期间有10个家庭来参加讲台语游古籍的营队活动，透过导览过关甲探索游戏，主办单位打造全台语的学习环境，互亲子哪耍哪学习。
祝贺生祝出笔。我喜欢我们要踢熊，还有找那些东西。连自己家长自己都其实都会稍微台语都变得很弱，觉得这种台语的相关的那种活动，其实我都觉得还蛮有趣。足活泼的，阁有人念咧规批的吼，佮表示讲咱家长吼真重视咱囡仔台语的教育。为了要让台语教育向下定根，台市文化局向文化部申请经费，甲文化教育甲高级观光的元素结合做伙办营队，除了互因练捌府城古迹的历史，另外台南庙宇数量是全台上济，其中好爷皇宫是囡仔的守护神，活动嘛带亲子走找无共庙宇的好爷特色。台语这件代志，甲咱的生活，甲咱的习惯。包括甲咱的宗教拢总结合做伙，制作足侪机会，互囡仔有时间，嘛甲大人有机会，拢会互相去讲台语。文化局指出，歇热期间，经济公私立单位拢会办各种营队，不过，只有推广全台语的营队，只届办5梯次，大家反应拢真好，因打算未来会继续规划相关活动。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体育消头，咱来看屏东的民和国小。因成立独轮车队已经4年的时间啦。今年头一届参加全国教育杯比赛，国小6个队员都摕到8块金牌、3块银牌，也有1块铜牌好成绩。咱做伙来了解因辛苦训练的过程。脚踏独轮车，佫会当做出优美的动作，变换队形。这群囡仔拢是屏东民和国小独轮车队的学生。今年参加全国的教育杯比赛，敢若6个队员，甚至会当摕到8块金牌、3块银牌、甲1块铜牌，也有国小组总锦标第3名的好成绩。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很辛苦。最难的地方就是要有默契，然后要练习稳定度，不能失误。跟教练学习如何帮他们看问题。然后帮助他们比较早跨越那个挫折，然后他们学会了之后，他们就很有成就感。这么厉害的表现，拢是靠囡仔唔惊失败，骨力的练习。家长嘛自主学习，甲因倒看姿势动作，调整问题。伫咧疫情期间，学校无开放的时阵，家长嘛倒找场地来全力支持这群囡仔，会当继续来练独轮车。小朋友认真练习，那家长的陪伴。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挫折的忍受度很强。在疫情期间，我们这群家长，学校没有开放，他还找另外的场地去做练习那小朋友有教练的带领，有家长的陪伴，还有自己非常辛苦的练习所以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成果。民和国小的独轮车队打成立4冬，头一摆参加全国的教育杯比赛，就摕到好成绩，受到大家关注。校方希望吸引到愈侪人来学骑独轮车，唔但会当练身体、培养专注力，这项运动嘛，正做民和国小新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克里米亚半岛，伫英国是真受欢迎的观光胜地。不过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到今还战未煞，真侪景点甲对外的交通是拢悄悄封起来，嘛无啥游客去遐行搭。也甚至伫咧海边啊上食观光的民宿，生意是规个土土。虽然罗西亚政府是已经有补贴当地业者甲居民，希望会当减少冲击，不过战争若是一直安尼拍落去，百姓生活会真歹过。车路拢无看到人车经过，附近的旅馆甲民宿也拢挂有空房间出租的广告。这是克里米亚半岛西边的波波夫卡小村庄。往年伫热天，拢有真侪俄罗斯游客来遮耍，要么我即马连普通的过路客拢真罕哩看到。Я здесь проживаю. Это наша сама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улица, и обычно в это время здесь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отолкнуться. Зде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людей и машин. Но сейчас, как вы видите, все изменилось. Примерно с 15 июня наш гостевой дом у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заполнен полностью. С 15 июня и до середины сентября где-то. В этом году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что пляж закрыт, конечно же. 以前来克里米亚半岛耍的游客真多，海边的风景是上吸引人的特色。波波夫卡伫咧过去20年拢会办音乐节，特别拢会吸引几多千人来。不过即马俄战争拍袂煞，作为两个国家争夺的高危险区域，
今年热天差不多拢无半人。大部分的海边啊，拢互俄罗斯作为军事营地封起来。这条连接半岛甲俄罗斯之间的克里米亚大桥也几多遍被轰炸。 Сложности были, да, на пароме простояли сутки, очереди пока большие в связи с затруднением переправы Крымского моста. 当地观光局讲，今年热天来访的游客甲俄战争进程差4倍，也是苏联兵台了上歹的记录。有克里米亚政权的俄罗斯政府宣布要予当地观光业者财务的补助。 Чтобы сохранить турис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Крыма и Севастопо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ыделит свыше 2,5 миллиардов рублей. Эти средства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ы для единовременной выплаты работникам более чем 3,5 тысяч компаний. 因为真侪瀑布附近的居民拢是靠每年3个月旅游旺季来赚规年的所费。俄罗斯政府希望先用补贴来减少影响，但是只要俄战争无结束，百姓就将歹付安稳的日子通过。公司新闻牛眼编辑。原本定做是保育类的动物的大石海翁。 在禁令的规定之下，即马数量受增加到35000尾，保育的等级已经恢复做无危险。虽然是安尼，不过甲19世纪迄当阵，也有15万只来比，要差真远。在巴西东南部有一群真爱看海洋的职工，因惯是用翕相来做记录，结果发现讲，这几年在地大石海翁数量有大增加。这个消息一个出来，互因是感觉真欢喜。 这种叫做座头鲸的海翁，伫咧海面顶捕游，有人是点伊的鳍，有人是点尾溜，讲个会发出叫声，佮喷水。这台船顶头有真侪穿红白衫裤的人，摕翕相机一直翕。因毋是干那来看海翁尔，是参加一项叫做巴莱亚美景的计划，记录巴西东南外海座头鲸抑个其他种的海翁出现甲活动的情形。 为了要整理每一个志工甲研究团体的观察结果，因设立一个叫做“快乐海翁”的网络平台。根据官网顶头的记录，自2015年成立到即马，团起的座头鲸的相片超过65万张，确定座头鲸的观察次数超过25万遍。经过比对，因总共发现超过98000多只座头鲸。比对的时阵，主要是看尾溜。 研究人员发现，这几年当地海峡出现的座头鲸数量增加真多，除了感觉真欢喜，也要去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因为族群的数量真正有增加，还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和其他海域的座头鲸也受到巴西的外海？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继续带大家来看一种鸟啊，叫做胖鸟。细细只尔，伊一秒钟是个大当会80个。 不过嘛，因为伊真细只，伫都市内底有当时啊会受到其他的鸟的攻击，或者是去弄着、去摔着。伫墨西哥有一个阿嬷，伊甲因兜改装做胖鸟诊所，是专门收治遮的受伤的胖鸟。等因复原了后，再个训练甲野放。即马遐已经收养有60只胖鸟啊。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卡蒂亚鲁斯房间的窗仔边仔有一个盆栽，真侪鸟仔伫遮咧飞，正做一帮是伊的景象。这是胖鸟疗伤治病临时诊所，卡蒂亚耐心一只一只用地讲感饲。 Oye, tengo un colibrí estrellado, tengo un colibrí en el piso. Me mandan WhatsApp, mándalo con Katia. Tengo 60. Libero y tengo. Se mueven y tengo. 卡蒂亚原本毋是鸟类专家，毋过自2009年，伊的先生过身，过2年佫得着癌症，生活事业拢受重创。康复了后，听受伊朋友的建议，为照顾一只胖鸟做伴，佫一摆找到生命价值。后来愈收愈济，开始研究相关的照顾知识。即马已经是拉美地区的咨询对象。有时阵佫机关佫较专业的机构，亲像为大学研究所接手因无照顾资源的病例。Me llega la mayoría bebés. Me llega muchos estrellados o agarrados por urracas, que la urraca no es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la trajeron, la importaron, está acabando con los nidos y con los pájaros. La urraca es un poco tipo águila.
蜂鸟是美洲本土物种，身体只有10公分，体重无超过20公克。在都市生活，除了互其他物种攻击，可能搞弄着障碍物，或者是小只鸟吃到受伤。这物件有点也会破病。目前诊所内底6只鸟啊，主要是踮伫卡底的房间，由介合作的蜂鸟灵母桑普斯斗阵照顾。等到康复养壮，就会转到隔壁房间训练野蜂树拿生活技巧。今年5月以来，有人将伊的工作影片放伫抖音平台，点阅次数超过150万，求助的人也大量增加。伊都毋捌拒绝任何受地的请求。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那讲到欧洲食食的文化，就会常想到葡萄酒。在意大利，就有专门做巧克力豆的师傅，伊结合葡萄酒来做巧克力豆。细细块尔，一袋就会当卖甲大票500几块。若伫英国，因的葡萄园即嘛是愈种愈快，希望会当成更较侪少年人做回来投入吉酒的产业。正专心正熟手伫咧整理果子园。今年才20岁英国吉酒师科比，今年才摕到英国葡萄酒协会的认证。无工作事业的背景，也阁是伫咧城市大汉的囡仔。科比伊靠着热情，对完全袂晓变做专业的吉酒师。And over time, I worked it, and I thought, hang on, I can do something magical with this, and I can make some fantastic wine, and have this be my job and my life and my passion. 科比认为，像伊同款伫咧做葡萄酒事业的少年人会愈来愈多。真侪研究单位拢讲，气候暖化对专门种葡萄来做葡萄酒的地区影响正大，互英国夏多内种的葡萄品质会更加好。即马伫英国种葡萄的面积有4000公顷，范围甲产量拢伫咧增加。另外来看葡萄酒的大本营欧洲大陆，除了食餐的时阵配酒、用酒做菜，或者是用酒做点心，年代也真久啊。伫世界真有名的葡萄酒产区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巧克力师傅用当地生产的卡本内博朗红葡萄酒做风味正特别的巧克力。Nella gamma dei prodotti che ho creato e che creerò ancora, ho deciso di fare una innovazione che parte dalla voglia di unire sicuramente parte del mio territorio, io sono in Toscana. 即马这种红酒巧克力伫官网卖一片75公克15欧元，换算代票差不多540块。巧克力师傅所落来目标是放伫咧花芳，希望花甲巧克力结合，会能够变出新的花样。公视新闻杨干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32度。最近天气真热，大家最大加啉歌。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